嘉义区高龄102岁林阳宇，一听讲市长要来，甲社区关怀据点的成员用热情的歌舞来欢迎，会当看见伊的身体也相当勇敢。市长委托嘛对咧拍扑啊，相当温馨。会中伫这个至亲好友甲面带贵宾的见证，市长嘛亲自替林穗挂上金锁片，并且致敬1万块的中央礼金。总统府的敬老庄顶祝福，成为今年中央节上好的礼物。随后镜头转到伫安南区溪心里成长的林穗丹娘彩燕，伊伫亲人陪伴照顾，同款是老空间，听到市长要来，相当欢喜。我今年哦，102岁。你较早市长今日要甲你看，有欢喜无？阿嬷早期嘛是做事，生活伫农田，相当清幽，加上饮食的控制，大汉孙阿公就是伊长岁寿的秘诀。注重饮食，他饮食的量控制得很好，然后最主要是住在这个地方就算是空气啦，还有整个空间都蛮适合的啦。他活到100岁，他还在巡视他的田野，然后看到草还会去拔，让我非常的感动。市长一到，就甲阿嬷恭喜问好，简单的交谈嘛，感受伊的健康也真来，讲话也真清楚。希望这份中央礼金以及各界祝福，会当互伊幸福久久。面对超高龄社会，台南的人数已经283位，比例嘛是逐冬成长。市长强调，现时台南老人政策行伫正确道路，一定会加强长期照顾资源，让老人健康老化。做老人家，通常老年长都是卧床，我们不希望这样，希望他们健健康康的。像我们今天看到陈琳、蔡燕，还有之前我刚刚去家里看到102岁的杨林玉，他们其实都老人家都还能出外面走，然后跟家里面相处得很好。那这个部分就是我们要追求，也希望说能够让更多老人家得到了照顾。所以说，这老人家100岁人瑞增加，那表示事实上我们对于老人的政策是走向正确的道路。我们希望说能够让增加更多老人家，没关系，金牌这个还有这个礼金赠送没有上限，只要我们老人家那个健健康康、快快乐乐就好。老人健康就是事世福利。消息表示，今年65岁以上的中央礼金1000块，将伫10月19号用汇款方式入晓，让老人欢喜满足过中央。台南新闻阮子采访报道。